咁咧我就做過總結啦。咁總結咧就係、我哋民建聯同高力香港認為啦，其實喺北部都會區咧係需要有個動態嘅規劃咧，係經常檢視用地嗰個合適性咧，佢做一啲嘅調整嘅。而洪水橋下村咧發展嗰張圖係定咗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啦。而土地亦都已經係即係收咗。咁但係睇到同市場嗰個需求咧係有一定嘅差距。咁所以我哋建議咧係要盡快調整翻洪水橋下村嘅土地用途啦。咁第二咧，我哋見得到咧大學城嗰個需求好殷切。咁唔少學校咧已經舉手急不及待咧，希望可以盡快攞到土地咧去發展大學城嘅。咁我哋睇翻3塊嘅土地啦，包括喺牛潭尾啦、新界北新市鎮同埋洪水橋下村嘅話咧，事實上洪水橋下村喺嗰個無論係土地嘅狀況啦，又或者係基建嘅狀況咧，其實都係3個區域裏面係最成熟嘅。包括佢嘅土地已經係收咗土地啦，可以即時供應。第二咧就係鐵路咧係會喺2030年咧係可以投入服務，去即係洪水橋站可以連接到屯馬線。咁變相咧係嗰個生活配套咧係比較齊全，因為附近都規劃咗作為一啲房屋同埋商業嘅用途。咁整體嘅發展嚟講咧，洪水橋下村呢個大學城咧係最成熟、最理想，可以俾大學城即時上馬嘅。如果我哋用洪水橋下村大學城咧，下村嚟作為大學城即時上馬嘅話咧，事實上係可以提前最少4至5年咧，係將香港嘅北都嘅大學城咧係可以建設好同埋投入運作嘅。相對如果我哋用牛潭尾或者係新界北新市鎮嘅話咧，咁相信係會要有個時間係延後咗係4、5年嘅時間。咁所以而家用洪水橋下村作為大學城即時上馬嘅話咧，係可以比牛潭尾同埋新界北新市鎮嘅大學城咧係快4至5年嘅時間嘅。而我哋亦都睇到咧，不過喺洪水橋下村呢個教學用地大學城嘅規劃裏面咧，只係得5公頃咧，其實佢雖然係最有優勢、最成熟，但係佢嗰個即係選址個規模係最細嘅。佢比起而家面積最細嘅資助大學嶺南大學都仲係要細嘅，好難發展一個有規模嘅大學城。咁所以我哋今日就係講點樣要整合土地，佢俾呢個大學城去足夠嘅空間去發展，成為一個學研產居嘅大學城。包括係將南面原來嘅大學城加埋周邊嘅政府用地同工業用地配合，整合咗24公頃嘅土地，加埋北面一啲原來嘅物流用地同埋產業用地24公頃整合。咁總共希望可以將洪水橋下村呢個大學城咧係成為一個大約48公頃嘅大學城嘅用地。呢個其實如果重新整合咗之後咧，我哋香港喺北都3個分佈嘅大學城咧，其實個面積就相若，就係牛潭尾46公頃，新界北新市鎮40公頃，而洪水橋下村亦都有48公頃嘅空間可以作為大學城。咁呢個係令到整體上面咧係大學城可以即時上馬，亦都係可以有足夠嘅規模咧係發展到一個學研產居嘅大學城嘅。咁呢個係我哋今日嘅倡議。咁我哋稍後亦都會約見教育局啦、發展局啦，咁會即係游說局咧，希望可以盡快去做。因為我哋都知道啦，而家其實有關嘅局亦都做緊一個大學城嘅即係規劃綱要，咁裏面點樣發展嘅。咁當然我哋亦都會即係同唔同嘅持份者啦，咁CK 咁佢亦都會安排約見我哋唔同嘅大學。睇下市場嘅興趣啦，咁我哋亦都可能自己做個EOI，咁同埋我哋亦都會將市場嘅意見再整理之後咧，同局方去反映嘅。